天氣唔穩定，身為敏感肌嘅我，皮膚容易又乾又痕。而市面上咁多款乾敏肌適用嘅醫學護膚 body lotion， 到底邊款嘅 CP 值最高？一於等美篇進行比評。對於脆弱敏感肌嚟講 ，body lotion 嘅舒敏度就最重要。喺手臂上敷上酒精棉片後，皮膚就會出現泛紅同埋痕癢狀況。呢個時候再分別搽上4款 lotion， 等待15分鐘。結果顯示搽咗 Nivea 乳液嘅皮膚好快就唔再泛紅，即時止痕，舒敏力極強啦。保濕度可以用花瓣嚟測試，分別搽上 lotion， 再等72小時觀察脫水情況。見到搽咗 Nivea 嘅花瓣依然好水潤亮澤，完全冇乾枯變黃嘅痕跡，證明 Nivea 保濕鎖水力極強。質地方面，一推開就會發現 Nivea 嘅質地係最水潤易推，唔使好多份量就可以搽勻手臂。而 Nivea 嘅清爽度亦都好有驚喜，一搽完就好快吸收，完全零負擔，透氣度十足。日日都要搽敏感肌 body lotion， 呢個價錢買到醫學護膚級數嘅 body lotion， 真係泵多2下都唔怕肉赤。最後再對比埋成分 ，Nivea 無香料、色素同埋 paraben 敏感肌適用，當中更加蘊含高濃度嘅維他命 B5、E 同埋甘油，可以強化屏障、緩解乾燥、痕癢同埋紅腫，零添加可致敏成分。臨床測試證實98%用家可以立即緩解乾燥同埋敏感肌膚，無論係 texture、保濕力、舒敏修護力定係性價比，都係 Nivea 極潤低敏修護乳液無香版大獲全勝。用咁嘅價錢就買到咁高效嘅乳液，完全就係醫學護膚品牌嘅平替款啦！而家仲要限時買400ml加100ml增量裝，用幾多份量都唔會心痛，成個冬天都可以靠佢守護肌膚啦！仲可以試埋呢支 Dermacare 科研舒敏修護雙管精粹凝乳，結合醫美級精華，專利成分 Sensitive 可以20秒舒養。如果遇到換季突發嘅痕癢發紅，就可以即刻拎出嚟用，而且無添加色素、礦物油、paraben。皮膚科醫生證實敏感肌都用得好安心。有晒呢2支舒敏好物，成個冬天都可以遠離乾敏肌啦！